继续来看这件，是有一个网红叫做贝贝，互周刊来压料，讲伊徛伫个台北市天母的透天厝，7年前买的是违建，建管处嘛认定违法要强制甲拆除。结果这个贝贝为着保这个违建，前后是找几来议员协调拢无效，上尾是找着外号学姐这个台北市议员黄静莹来关说，才保住这个违建。这个违建一个保起来就保7年，到今拢还未拆。讲有影当初是黄静莹去关说的咧，黄静莹是发声明，讲绝对无这款代志，讲伊回国了后会马上来进行法律追诉的定事，以正视听。上回直接个报告，踮去门口嘛无持电铃通知住户，敢是挑工伫咧闪现场的媒体。跍伫咧床边人内底猫仔，这是网红贝贝徛家，伊伫咧线顶抛出这张伫咧床边人猫的相片，问题就藏伫内底，因为这座床边是违建。位在天母的巷弄内，我左后方的这一栋灰色建筑，它楼顶的阳台被传出是违建，而且现在还引爆了有议员的关说争议。来看2016年的谷歌地图，当时同款的所在是一栋有大铁档的红砖仔厝，近当年就正做一栋真水的透天厝，不过顶面大铁档直接往外面塞，变做是床边仔。厝边头尾2016年11月检举，不过想袂到贝贝敢若透过议员来瞧。2017年找新党议员潘伟忠瞧无成，搁找民进党市议员王维忠处理。2017年底，搁请无党籍市议员林水道斗3工，当时拄好拄到2018年市长的选举，拆违建的速度则个变慢。落尾找到学者黄静莹，建管处的态度则总算落冷。如果在9月20前没有拆，建管处就会派人去拆。是安怎违建拖7年才动作？建管处讲爱个了解。我周刊有伫咧讲，伫咧瓜市会时期，是黄静莹出马才保掉贝贝违建。对这件代志，黄静莹透过办公室发出声明，强调绝对无这件代志。本办公室接到这个案件，建管处回讲已经排好拆掉时间。那刷落来，本办公室就无搁插嘛从来无超的代志。回国了后，嘛进行法律追诉听书，捍卫清白。一栋网红违建处也料出4位调野市议员，伊用讲家己清廉合入赞的瓜子虎，这声就要好好交代详细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